各位僱主僱員朋友好，我係 Dr. Lam，Levin 人力資源嘅 CEO。今日咧，我哋會去同大家介紹呢個金融同埋銀行呢個行業裏邊嘅情況。Down below us is the business center。傳統即係金融喺香港發展咗100幾十年嘅時間，係一個好長嘅時間。金融行業咧同其他行業一樣嘅，佢係一個轉變嘅過程。由最初嘅銀號、金號，去到而家嘅投資銀行。咁但係複雜到點都好啦，其實我哋香港嘅銀行同金融，我哋嘅界定就話咧，佢係基於3個條例去衍生嘅機構咁樣。一個咧就係銀行業條例啦，第二個就係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就係保險業條例。做咗比較啦，我哋用呢個 AI 出現咗、普及咗之後，同 AI 未普及之前嘅分野講啦。其實之前咧，基本上咧，從業員相對嚟講咧，教育程度要高啲嘅嚇，一般都要大學畢業或以上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喺行業嚟講咧，就好多唔同嘅工種，每一個工種都講求一個嘅經驗啦，同埋佢客路啦，同埋產品嘅認識咁呢一方面嘅嘢。好啦，AI 出現咗，人工智能出現咗之後咧，金融從業員咧，除咗頭先嗰啲情況之外咧，佢一定要加入咗 AI 呢種元素。咁而家咧直情普遍到咧有一個叫金融科技嘅一個現象，叫 FinTech， 英文叫做銀行同金融行業嘅好多工種。根據政府嗰個統計處，而家嗰個香港嘅金融同埋保險業同埋銀行業加埋係有24萬人咁多。無論邊個工種都啦，無論前線、中台、後台，基本上咧都係需要一啲相對高嘅教育水平。大學畢業係需要㗎啦嚇，基本上一個入職嘅情況。咁另外咧就話咧係需要一啲產品嘅知識啦，譬如話企業融資啊、收購合併啊、衍生工具啊、證券啊，或者係期貨產品等等。咁另外一啲咧就話同金融行業有關嘅，譬如風險管理啊、合規啊、財務分析啊呢類嘅嘢咧，都係一啲需要知嘅知識。咁除咗呢之外咧，仲有我哋上一次咧，我哋第2輯咧，我哋講過就話。而家嗰個 AI 時代，AI 時代出現咗咧，佢哋更加要加啲元素落去，就係我哋講嘅 A、B、C 啦。A 就係 AI，B 就係大數據 Big Data，C 就係雲計算 Cloud Computation。我哋點樣去利用呢3方面嘅能力啊，係將我哋嘅產品去推廣得做得好？點樣將嗰個工作嘅流程係暢順？咁呢方面咧，喺今日嘅從業員咧係急需要學習嘅地方。係啊，其實我哋公司咧就去到今年喺40年頭啦。咁其實我哋經驗係非常之豐富喺金融呢個行業。我哋啲顧問可以幫啲朋友去了解每一個工種佢嗰個實際嗰個要求需求嘅變化，咁令到大家咧可以做好嘅準備。好，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想知多啲呢方面嘅變化啦、內容啦、工作機會等等咧，咁咧歡迎大家咧去進入我哋嘅公司嘅網站咧，係詳細睇多啲關於相關嘅資料。同一時間咧，我哋啲顧問亦都好樂意咧，係可以同你直接對話。多謝大家，下次再見。